Blue Mountain 呢，我哋就行過好多次啦。今次呢，趁住 Jeremy 返咗學，我哋兩個呢又有時間就拍下拖，再行另外一條呢係 Blue Mountain 呢比較少為人知嘅行山徑。相信呢，大家呢對 Blue Mountain 嘅行山徑呢一啲都唔陌生。其實喺 Blue Mountain 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行山徑。最出名嘅咧，當然咧就係咧 Waterfall 啦，有 Wentworth Fall 啦，或者咧 Katoomba Fall。如果大家咧都中意行咧卡人嘅話咧 ，Grand Canyon 咧絕對係咧其中一個首選。唔知大家咧有冇喺咧一啲 media platform 咧見過咧 Blue Mountain 咧有好多咧 Infinity Pool 咧？今日咧，我哋帶大家咧嚟到咧 Prince Henry Cliff。其實咧 Prince Henry Cliff 咧係一條好長嘅行山徑，全長咧有7公里，大概需要4個鐘咧去完成。今日咧，我哋就帶大家咧走進神秘嘅國度，因為呢一條行山徑咧就唔係喺地圖上可以揾到嘅。沿住咧 Prince Henry Cliff Walk 一直行咧，可以見到咧大概有20個 lookout 啦，亦都可以咧見到有3條唔同嘅 waterfall。四季嘅景色咧都一樣咁靚，但係咧喺春天嘅時候咧，呢一度咧會開滿咧黃色同金色嘅花。點解花會係金色嘅呢？因為陽光照落嚟咧，就好似咧染咗一場金箔一樣。雖然呢一條 track 咧難度係 grade 3，但係因為佢咧上落嘅樓梯比較多，建議大家咧都帶支行山杖。我哋去行嗰日咧係平日，所以咧人咧都唔係特別多。由於呢一條咧係一條隱世嘅 track 咧，所以咧我哋咧預先咧做好功課，寫低晒咧去到邊一個 point 咧就要咧轉去咧一條小徑嗰度落去啦。喺尾咧去到咧 Infinite Pool 嘅時候咧，先同大家咧再分享下咧 Prince Henry Cliff Walk 嘅呢一條行山徑。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啦，呢一段呢係一段7公里長嘅行山徑，西邊呢就由 Skyway East Station 開始，去到東邊嘅 Golden Fall Picnic Area。途中呢會經過呢 Echo Point 同埋 Three Sisters， 之後呢行多半個鐘呢就可以去返 Nora 小鎮啦。雖然咧 Prince Henry Cliff Walk 咧係一條咧已經咧歷史好悠久嘅行山徑，但係亦都係咧藍山國家公園裏邊咧其中一條咧受到好多人喜愛嘅行山徑，因為咧除咗可以欣賞咧藍山公園嘅景觀之外咧，亦都可以咧近距離咧接觸呢邊嘅雨林。而且咧，相對起咧其他嘅行山徑咧，可以見到多啲咧唔同嘅風貌，所以咧呢一條行山徑咧，絕對咧亦都係我自己比較喜歡嘅一條行山徑。難度咧其實唔算太高，由 Skyway East Station 咧去到 Echo Point 咧就係第一段路啦，大概需要咧45至到60分鐘。行山徑咧非常之平坦，路少鹹易嘅，但係咧基本上咧成程咧都冇乜遮擋，所以一定要注意補充水分同埋防曬。通常咧會由咧 Scientific World 嗰度咧搭咧 Scientific Skyway 咧嚟到呢一邊。當然啦，有揸車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咧停喺 Skyway East Station 嗰度，跟住開始咧由呢一度咧行去 Echo Point。出咗 Skyway East Station 之後呢，就可以見到呢一個指標呢寫住去 Echo Point 同埋 Katoomba Cassidy 啦。因為呢一條路呢係可以去到兩邊嘅，所以大家呢記住呢要選擇去 Echo Point 嗰個方向。
Cliffview Lookout 咧就係喺 Skyway East Station 隔離，亦都係咧呢一條 track 嘅第一個觀景台。但係呢邊咧就見唔到 Three Sisters 嘅。沿住咧呢條路走就可以去到 Woolloomah Lookout， 呢一個咧就係第二個嘅 Lookout。喺呢一個 Lookout 咧就可以清楚咧見到 Three Sisters 啦。去到第三個 Lookout 咧就叫做 Lady Derry Lookout。經過晒咧呢三個 Lookout 之後咧，大家咧就會咧去到 Echo Point 啦。Echo Point 嘅觀景台咧分為咧上下兩層。喺 Echo Point 咧最重點咧就係咧可以見到 Three Sisters 同埋遠啲嘅 Mount Tollotry， 下邊咧就係 Gypsum Valley 啦。下邊嗰個觀景台咧亦都咧命名為 Queen Elizabeth Lookout， 就係咧喺咧伊麗莎白女王咧曾經喺1954年2月咧嚟過呢一度咧參觀嘅。喺 Echo Point 嗰度咧，去到 Three Sisters Walk 咧，大約咧只係10到15分鐘嘅啫。沿路咧一直行咧，就會去返咧最後嘅終點 Laura 小鎮嗰度噶啦。途中咧，大家會經過 Golden Ford Picnic Area。之前咧，我哋有好多次咧喺咧 Media Platform 咧見到人咧喺南山去咧 Infinity Pool。但係咧喺地圖上咧根本就揾唔到咧一個咧正確嘅路線，直到咧近期留意到咧其中一個 blogger 咧好仔細咧咁咧畫清個路線，咁我哋就試下跟住去啦。One way 咧大概咧要1.5個小時啦，預計咧逗留咧喺咧 Infinity Pool 大概咧30到45分鐘。之後回程咧大概需要1個半鐘，咁咧夾埋咧大概就4個鐘到啦。沿路嘅梯級咧就比較多，再加上咧因為之前嗰幾日咧落過雨咧，所以咧地下咧就比較濕滑。因為咧南山咧比較咧高海拔，所以咧天氣咧都會比較涼。雖然咧係夏天，亦都有足夠嘅陽光，但係咧由於咧樹林太多，而且咧喺高山，所以咧建議咧大家咧都帶定件風褸。行到去 Evelyn Lookout 咧，我哋咧又停低咧休息下，欣賞一下咧呢個南山公園咁美麗嘅風景先。提提大家咧喺南山行山咧，最好預先咧 download 定個地圖。好似今次我哋行呢條 Prince Henry Cliff Walk 咧，中間咧就有好多唔同嘅 track 咧喺中間穿插啦。經過呢個 track 咧，亦都可以咧轉個彎去到另外一個 checkpoint， 所以大家咧要好好咧睇路牌，同埋預先咧 download 好個地圖，跟住個地圖路徑行咧，咁就唔會蕩失路啦。上次睇完呢一個 blogger 咧介紹呢一條路徑咧，佢咧嘅分析都好清楚，每一個路段咧同埋每一個咧到達嘅地點咧，佢都影一張相，等你知道咧你自己唔會行錯路。佢亦都提大家咧，因為咧呢一個路段有好多呢啲咁嘅鐵級，所以咧大家咧亦都要打醒12分精神。整個咧南山咧國家公園咧都有咧好完備咧嘅行山徑，會見到咧呢啲咧咁嘅行山路段咧都係咧有扶巴啦，亦都有咧呢啲咧咁嘅梯級俾大家咧行嘅時候咧可以更加安全。
而且咧，亦都有人咧定期去維修嘅，因為藍山咧嘅山段比較多，所以咧如果落完雨之後咧，亦都會咧有咧碎石啊，或者有啲山泥冧落嚟，所以大家咧都要自己小心啲。路段嘅有啲鐵級咧，真係十分之高㗎，所以咧，除咗用行山杖之外咧，亦都要咧扶好咧兩邊嘅扶手。根據咧 Blogger 嘅地圖提示咧，行完呢啲梯級咧，應該咧就會差唔多到可以轉彎咧，準備落去 Infinity Pool。行完梯級落去咧，回頭望返咧，其實咧係經過一條咧好長好斜嘅梯級，先至落到嚟咧呢個位。除咗地圖提示之外咧，佢亦都提醒我哋咧，可以咧沿住咧水流嘅聲音咧，一直行落去咧，就可以咧到達 Infinity Pool 噶啦。越嚟越近呢個瀑布咧，亦都代表咧我哋離目的地越嚟越近。上一次咧同 Jeremy 咧去行咧 Grand Canyon 嘅時候咧，落到去山谷咧，真係別有一番風貌啊！下邊嘅溫度咧比上面凍，因為咧長期咧俾啲樹啦同埋石咧環繞，所以咧曬到太陽嘅地方唔多。今次咧落到去咧呢個半谷底咧，氣溫咧都相對比較低，越行咧越凍。好彩咧做足準備咧，着翻件風褸。過埋呢條鐵橋咧，就可以見到咧瀑布啦。正因為咧之前嗰幾日落過大雨，所以水流咧都特別多，而且咧瀑布咧亦都好靚。經過咗呢個瀑布咧，我哋走咧去到咧附近嘅 shortcut。
行過呢條橋呢，就要喺呢度呢，咁樣呢，跨過啲欄杆呢，捐入去啦。呢條路呢比較狹窄，淨係呢適合於呢單人行走。因為我哋係平日去，所以人呢就唔係好多。不過呢，唔敢想像呢，如果呢適逢呢假日或者呢係公共假期日子呢，會有好多人一齊嚟嘅時候呢，大家都要遵守秩序，一個一個咁行。沿住呢瀑布流落嚟嘅水呢，一直行。就會見到一個呢 Infinity Pool 呢 Access 嘅 warning， 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小心，因為呢如果呢水好大好快嘅時候呢，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去到路嘅盡頭呢，要呢爬落去㗎，所以呢，我哋呢亦都呢要準備好呢，將我哋嘅行裝呢先放下，跟住呢慢慢再爬落去。大家記得注意安全啊！成功到達啦！呢一個呢，就係一個呢好出名喺南山嘅 Infinity Pool 啦。提提大家呢，千祈呢唔好呢行到咁出，因為呢喺呢個 Infinity Pool 後邊呢就係 cliff 嚟噶啦，大家呢都要小心，因為石頭上嘅青苔呢比較跣，所以行落去嘅時候呢有可能會跣親。總之呢，一句到尾就係安全至上啦。
嚟到呢度靚人靚景，當然呢不忘呢除返件衫落去浸下水啦。希望大家都鍾意我哋今次呢一個 Blue Mountain 神秘嘅 Infinity Pool 介紹啦〜